咱即点咱来念今日的信息。第一首是278首，信徒自集祝圣殿。咱来念第1节甲第2节。信徒自集祝圣殿。信徒自集祝圣殿。哈利路亚，哦罗兄弟多应怜，哈利路亚，第三位律的保障，哈利路亚，为伊灵爱当欧罗，哈利路亚。第2节，对对高的了对，哈利路亚，专注奇妙的宝贝，哈利路亚，地比海高的时代，哈利路亚，哦罗的所出的爱，哈利路亚。真水的诗歌，搁来煞只咱来念回应诗522首。仁爱施教宽容，搁有慈悲，吼，这是咱大家真熟的一首诗歌，吼。这是咱平时唱华语，吼，这点咱来唱台语，吼。施教宽容，搁有慈悲，仁爱袂这道，吼。仁爱是会发光会亮光，袂做减少的事，袂叫家己的也袂我生气，袂对人怒骂，袂对真理爱真理。万事通过但是忠心，万事我忙得疼，万事中的万事等等，因爱与我无异。来，咱这条袂为着别人的歹扣分，袂爱不义，只有欢喜真理，咱才搁来念一届吼。袂求家己，袂求对，袂求家己的利益，才开始来。袂求家己的利益，也袂怪生气。袂怨着人的歹小事，袂怨只有欢喜真理。对，即大家会连因咱小注意一下，安尼就会使吼。咱真欢喜，咱会当伫连接着4天的春节中间，咱会当伫即个圣殿，咱一透早咱会当来敬拜。咱互相咱用听，互咱自己做一伙，咱开始咱来互相亲安，好无？好，咱甲咱边的人亲安，又真欢喜看到你。也互咱自己做一伙，也互咱自己做一伙。兄弟们，也互咱家做一伙，也互咱自己做一伙，也互咱自己做一伙，也互咱自己做一伙。兄弟们，也互咱大家做一伙，也互咱自己做一伙。好，咱今仔咱来念第一首的敬拜赞美吼。咱即条咱来领受马太福音书16章第24节来吼，安尼讲，迄时耶稣甲伊的学生讲，人若疼爱着无家己，也伊的12个来对我，即条咱来对咱的主耶稣行，12架顶耶稣受定死，咱同齐，咱起立，咱来念。
心欢喜，最近出来了，一个伊的名，一个伊的名，一个伊的名，伊有个话题上这家庭，一个伊的名，伊有个话题上这家庭，咱同齐来吟唱伊的名。来，约翰福音书14章27节，主要是安尼讲。来，咱同齐来读领受。若是保惠师，就是信实，背伫我的名所要找的，伊要将一切事教示你，搁要予你记得我一切所甲恁讲的。咱即条来，听堂信息，我欢迎你。咱同齐咱吟所话吟3节吼，咱全部拢吟吼。听堂信息，我欢迎你。听堂信息，我欢迎你。愿你心为愿你我，让我放下一切，对主所爱，尽将军心切切跳，跳跳信息，跳跳信息，跳跳信息，欢迎你来。跳跳信息，我欢迎你。跳跳信息，我欢迎你。万里黑别奇妙的爱，将你心意交对我敬仰你。万送他我对你做，跳跳信息，跳跳信息，跳跳信息，欢迎你来。跳跳信息，欢迎你来。跳跳信息，我欢迎你。跳跳信息，我欢迎你。万里金领喜爱，在我心中心转，跳堂温暖，堂堂完全无保留，跳跳信息，跳跳信息，跳跳信息，欢迎你来。因信心为有你的我，让我放下一切，对主所爱，尽将心切切跳，跳跳信息，跳跳信息，跳跳信息，欢迎你来。跳跳信息，跳跳信息，跳跳信息，欢迎你来。跳跳信息，我欢迎你。阿门。来，咱即条咱来领受诗篇119篇18节，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开我的目睭，互我看天气。你所要启示阮的圣经真理，咱同齐来吟。
传播福音真理，真理的声领你欢喜来，大项环境轮回过来，当我将真的心互你，我心偏偏爱你一时，为我依靠，互我听见，一心的心，当我听真的听互你，我心偏偏爱你一时，为我依靠，互我听见，一心的心。遐这咱犹原徛在咱当心来祈祷，主必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你。阮的石盘唱出俄罗的诗歌，阮鞠躬敬拜伫阮至圣的主的面前，因为你是阮的上帝，阮是你草场的羊，阮心敬虔，信心伫阮中间，陪伴阮体验你的尊贵甲威严，你的权柄甲你的荣光，信心感动阮。开阮的目睭，互阮看见你所要启示阮的真理；开阮的耳孔，互阮看到真理甲活命的道路。阮恬静静候，心较无你的指示甲奥妙，敬虔拜入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啊，这请坐。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中间保养伊的所做，着伊吟诗，伊唱歌娱乐。现在大家平安。这时请起立，咱做伙吟诗娱乐上帝，请献开圣圣诗278首，圣徒自集主圣殿，咱吟全首。在为你。
坐，请坐。这时，咱额头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你是真理、活命甲道路，因为有你的祝福，阮才会当活出新的生命。你的话，互阮有信心甲气力，阮只有单单仰望你的大权能。你互阮经历你大大的疼痛，甲大大的恩典，互阮诚侪感恩的人来报答你。阮要宣扬你的福音，互众人知，因为传福音是你互阮的使命。求你开阔阮的心，互阮明白你的心意，勇敢向前。互阮跟对你的脚步，应听遍传你的福音，来对万百姓做见证。求你帮助阮，逐日会记得你互阮的使命。求主上帝带领阮行入你的心意，引带阮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搁一摆，互你的听来充满阮的心。哈利路亚！我主，我的上帝，感谢你，当阮发声的时，阮要高举你的名。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相信阮平安。阿门。刷者，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62，腓立比书第2。现着我来启，请这大家来用。腓立比第2，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甲信心有交易，恁就有相款的心志，互爱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恁逐个人拢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就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正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的耶稣的名，做声一切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应邀被上帝。刷者先歌队献诗，今仔日所要献的是平安，甲恁伫地。我
即是请兄弟起立，咱同齐来念10届。第1届，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第2届，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第3届，毋通滥散真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第4届，着纪日和休日守伊做神。第5届，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第6届，毋通害死人。第7届，毋通行奸淫。第8届，毋通偷窃。第9届，毋通做假干净，陷害你的厝边。第10届，毋通贪心。请坐。接着，我要强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哥林多书前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到第8节。现着我来读，兄弟大家来听。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安尼讲：恁来是够宽容、慈悲，恁来是无怨妒，恁来无夸口，无评判，无行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快受气，无结得人的歹，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三角欢喜。凡事忍受，凡事相信，凡事仰望，凡事吞忍。仁爱永远袂无去。若是先知的职，要废无遐个音语要煞，财物要废无。另外一位记载伫约翰一书第3章18节。约翰一书第3章18节讲：细囝啊，咱的三听，毋通用话用指，是着用行用信息以上。求主将你的话刻定伫我心。所者是陈牧师今仔日要甲咱讨办的信息。今仔日所讨办的题目是听的实践。我将时间交予牧师。请咱三甲仰头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伫这个圣的主日，愿所有同信兄姊妹会当过三甲主日来到伫教会，或者用阮的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阮知影伫这个季节交替的中间，有时会烧热，有时会寒冷，有时好天，有时会落雨。阮知影这个拢是上帝你所定着的，互阮会当存留伫这个世间，无毋是用欢喜的心来过阮的日子，互阮遮清英教业，嘛互阮有温暖的家庭，通来享受天伦三听的生活。更要紧就是你赏赐互阮有泸州教会，诚侪阮会当三甲交陪、三甲敬拜。特别，互阮伫遮学习三听的一个团体，阮珍惜，阮每一个人，每一次阮来到伫教会，大家当三见面，即款的和谐，即款的热情，也互阮互相关心，互相三听，这是上帝你所交代阮的，阮就照安尼去行。但愿主祝福，伊今仔日阮的组织，通过你家己的话。嘛要互阮搁一摆得到造就，得到帮助，欢喜来实践上帝你所互阮的听。
安尼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之名来求，阿门。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甲咱伫地。今仔日圣歌队所甲咱吟的吼，有好听无？讲感动？有。今仔早起咱的敬拜娱乐嘛，带了真好。吼，咱的李淑珍长老拢用咱的圣诗啦，恁有注意到无？圣诗嘛当敬拜赞美呢，想讲袂当。哎呀，真水的诗歌。哦，我毋是讲啊，其他遐敬拜赞美诗歌无好，迄拢是种创作。哦，我捌一摆参一个兄弟讲，咱圣诗内面有一首当当当哒啦啷哒啷当当，哇！上帝真做咱代代帮助哇！梆梆梆梆，我甲讲，即首歌吼是德国人因伫酒吧内底咧唱的歌。酒吧毋是讲啊咧什物酒家迄种，毋是，因就是吧。大家哪啉酒哪豪迈吼，那啉迄个，敢若有一种激烈的歌啦。路顶马丁就将即条歌甲伊填死，就真做圣诗，是不是？就是咱咧吟的圣诗啊。只要伊的歌词若甲属灵、甲咱的信仰有关系，音乐无分成甲俗啦，吼，没有分胜负，这咱会记哩，吼。当然咱无要唱迄种靡靡之音啦，吼。毋过，伫咱的圣经内面有讲着听无？有没有爱的诗歌？有啊，咱下要吟迄条就是啊，就是用咱今仔所读的《哥林多前书》13章第40到第8节，爱的真谛，有无？好，好。顶礼拜牧师讲什么题目？你敢要搁会记哩？我无早传下来吼，那要着会当甲恁奖励无欠者吼，一个回答就好啊，会记哩无？我就知。这自然的啦，无可能讲学甲顶礼拜，因为咱就无写着嘛，无写顶礼拜所以你就记袂起来，对不对？5字啦，很好，你叫什么名字？会要去领奖，先记伫边咧你大家讲你爱食什么糖啊我吃糖会蛀牙开玩笑好，饶舌甲什么？礼品。其实我今仔要搁讲的这个题目，嘛很相近有当时咱牧师讲到会连续，咱咧看电视拢有连续剧，有无？8点档，嘛捌牧师为了讲10条街连续讲10讲，有可能无？有啊，天上百合，有无？会当讲几讲？8讲，迄叫系统性的教导啦，系统性的教导后来，今仔咱要讲听，咱若听台语会当讲做啥物？听，若国语安怎讲？爱。所以我爱你，甲我听你，有啥物无共？爱是一种，咱我们大概都说我爱你，我好爱你对不对？父母没爱小孩，小孩没爱父母。爱，对不？男生喜不喜欢女生？无良兄，你有爱恁太太无？有无？恁太太伫倒？甲点头，伫你边啊？伊坐你边啊，毋是我拢不爱吵我。好，我们都很爱我们的太太，爱我们的丈夫。像我即马交阮牧师娘，我的囡仔伫国外。我拢定下讲，我们2个要相依为命，你知道吧？怎么相依为命？跟为你跟恁太有相依为命？有啊，同进同出。我甲大家报告，为什么有做者兄弟拢会甲我关心？牧师娘哪无对你啦？我讲我体贴伊啦。伊讲你去就好。我附近5个教会礼拜行路都会到若无你讲讲2场，我就等到中昼
安尼好我摕着，过来第二样，伊较无爱坐奥托摆，伊感觉讲安尼，少年的时无感觉即摆愈有岁较无胆量啦，所以请大家多多体谅啦虽然台语讲我疼，我感觉迄个境界搁较深啦。我会记我捌甲咱讲过，讲你念你家己手看觅，较大个咧，念家己拢袂疼，若念别人咧，安尼甲做迄个去，会听无？咱捌去互老师安尼甲咱处罚无？还是讲去互恁某念骹腿无？会听无？听，是安怎会听？像我昨去做植牙手术，做麻射，爱甲迄牙根挽起来。医生问我会听无？着做麻射，无啥感觉，都安尼起起哭哭安尼。因为我牙根已经挽起来，用骨粉啦后礼拜三会当用临时假牙，所以后礼拜我若来，可能着讲话着较袂安尼闹风啊就较自然啦所以即摆个不方便时期但是我尽量不过昨手术了转来了，医生护士说讲一定要冰敷食退消炎消肿这拢一个过程差不多半年后再正式甲迄个喙甲剪起安尼较特动安尼所以。阮无孙娘对我真照顾，拢甲我提醒讲，你当时爱食药当时爱创啥物我拢甲伊讲我顶礼拜嘛讲三刀啦各样有三刀咯，对无？我拢多谢伊的关心，多谢伊的疼惜，多谢伊的照顾，真好。虽然咱中间检查有咱另一半已经无得咧，毋过咱少年面过去对咱的疼夫妇咱搁存在咱来珍惜啦但是咱现代人对疼来讲，好亲像愈来愈薄的感觉，会袂？老夫老妻了，搁来讲什么爱，对无？干嘛咧手牵手？好像说，哎呦，这好肉麻，那是年轻人才在做的事，是不是呢？所以，会当安尼互相个会当珍惜迄个起初的疼，敢若愈来愈淡薄啦。甚至认为讲不要再说什么爱啦，咱即摆就互相关心安就好啊，对不对？有你若无用疼做基础，迄个疼就无存在价值。所以现代人对疼的评价、评价是甚物？我毋知你有甚物款的答案。刚才有人讲，疼就是放纵嘛，放纵。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他在我这里讲过有无？所以爱特别我要占有，我想要安怎就安怎，有什么不可以？就放纵嘛。是不是呢？是不是？咱咧爱嘛，不一定讲对人呀。你若爱食物件，爱到底也嘛放纵的。爱食什么我就无咧管医生安怎讲啊。减肥啊，这个讲啊，血压悬这个食药就好啊，是不是呢？就是放纵、放纵，听就是种无知识、无责任，所以始乱终弃，真多啊。我今仔爱明仔载我爱别人去互人放杀啦，无责任感。我拄仔讲着，爱嘛是种诶占有啦。你就是属于我诶，你要都爱甲我讲，爱甲我报告，因为我爱掌握，迄叫做占有，所以就缺乏尊敬嘛。你袂尊敬对方，你感觉伊是你属于你诶一个所有产？你的财产之一你甲占掉，毋是，所以你家关心是一种的手段呀。有影你有真疼伊，毋过你就是讲我就是要甲你，24小时拢我知影你伫倒位。来，疼有时当时变成一种的交易，
什么叫做交易？我对你好，你才对我好；啊，像我有你金钱，你才互我疼。有无？咱看伫有人外面去寻欢呢，迄是毋是拢爱交易？金钱的交易有无？有。好，为着爱，为着疼，我爱袂着，我就用盐酸甲你费用。有无？以前咱定新闻看到即种的，吼，甚至甲你刣死。为了爱，我会当举刀甲你受着死伤。所以，疼到底是甚物啊？咱的教会，咱讲咱称作基督教会，有无？耶稣基督的教会，咱强调是爱的团体。你有相信无？还是三听的团体，还是三病的团体？因要讲对无？啊，差字字尔呢。但是你感觉三听有三听无？还是较三病较济？啊，无，刚才咧笑。赞成三听的请举手，无够一半嘞。好，安尼用期哦，一半一半，咱无算人数啦吼。赞成三病的举手，嘛是有人同意哦。哦，好，多谢你良心的答案。三病毋是歹啦，有当时种的良性的竞争嘛袂歹，是不是呢？哦，毋过是毋是要三党？这点我难免会阁提起啦吼。所以咱拢认定讲，教会上叫做三听，因为上帝是听啦，上帝是爱啦。我问你，上帝听咱什么？你有听你的囝无？所以迄个听是什么？牺牲、付出。用伊全心全意来听你，对无？不过你听嘛，知影讲伊毋是咱讲的讲安尼，全部都包容。听当然嘛，包括有知识，吼，虽然讲有包容，毋过嘛要有管教，是不是呢？啊，若无就变做听性啊、溺爱啊。好，所以既然咱的教会咧强调讲上帝是听，都是为什么？咱的社会对听的了解有真大的距离哦，很大的差距啦。咁在咱拢认为有真个理由解说，毋过咱做一基督徒，咱无正确来表明甲实践上帝听，确实是一个事实啦。世界人会看咱哦，你信耶稣的，我都捌伫，毋捌听人讲是教会公布出文章文。有前庄卡前教会隔壁住一阿婆啊，伊人要邀请来伊来教会，讲我若着去恁教会，恁教会逐工定礼拜拢听着恁咧冤家开中酒会啦吼，大细声啦，长老嘛牧师啦，牧师嘛无客气，搁应当伊啦，会无？有可能无？啊，头门开开啊，啊声音外口拢听着啊。哦，我管恁讲，我定定咧冤家大细声，我去恁教要怎？了，咱家己无感觉啊。咱想我伫咧开会，我咧表达意见啊，结果是咧烧麦，会无？啊，是讲牧师的家庭会冤家无？嘛会呢？你是讲牧师拢圣人哦？哦，所以咱要冤家有当时啊，他们爱关啊捌啦，啊无恁隔壁拢安那，会听着呢。冤家毋是歹，有建设性的，是好的。哦，甲你的话讲出来，毋过爱安那轻声细细，毋过轻声细细变冤家。对，沟通啦，哦，咱讲钱无两个白谈啦。对方若咧烽火刀神，你敢要搁兄茶甜火，绝对毋通。你着冷静落来。等伊受气煞好，才好甲伊讲，是不是呢？哦，这嘛是要讨论啦，吼，嘛是要大家来表达。所以，上帝听世间人，伊毋是一个观念啊，not idea，毋是讲一个观念尔。
哦，咱常常咧讲啊，有什么款的理念，有无？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有可能无？它是一个口号。啊，过去有影真正拢安尼画呢。哦，我们也都要反共复国。哦，杀猪打马。哦，古早拢画甲怎慷慨激昂安尼吼。啊，结果即摆讲咧反共，无啊。哦，所以毋是一个观念，是要有一个爱是事实甲行动。上帝听世间人嘛是安尼，他不是观念，伊是付出行动，伊是诚做事实，为着要承担咱世间人做的刑罚。因为也上帝讲，做代价就是什么？就是死啊！人犯什么罪？你犯什么罪？你讲啊，我都好人啊，我哪犯罪？你捌讲白贼无？迄是物罪？你捌心内思想安尼，乌落木册无？想一寡安尼无好诶，会袂？你会生气袂？会无？你会怨恨人无？会啊！有当你无讲出来，气你心底。我甲咱讲，不管是有当是稳重诶，啊，你生气到有当会骂人会拍人，迄著行为啊啦。这两项拢有做无？有啦，因为咱拢是亚当夏娃的后代，咱的始祖，人类的始祖，因就是无听叹上帝话。上帝讲，将来果子恁拢通食，除这项分别善恶果子恁毋通食，因为食日子恁的确安那会死。你有捌来食无？有，食了后目睭看见家己赤身裸体，拢无穿衫。我要紧摕树叶包起来，重要部位包起来，因为见笑。人若做毋对代志会歹势。上帝来催伊啊，讲人啊，你伫倒落啊，你眯起来。上帝讲咪毋知，敢若大米厂的对无？哇，腌国鸡啊，我嘛知影你闭伫倒，啊，就听互你眯较久咧，互恁主动出来。上帝讲恁到底做甚物啊？啊，当讲无啊，毋是我啦，毋是我啦，推卸责任哇，拢是你所创造的夏娃。佮啊上帝嘛怪入来，你听无？叫我食，夏娃咧，有信心无？无，是迄只蛇叫我食的，家己人推卸责任，所以因就互上帝赶出乐园啊。本来人的身体是袂死的，咱有灵魂体，灵魂永远袂死。身躯到一日，咱的确会死亡。这就是上帝对人的就错。毋过本来连灵魂都会死哦，毋过上帝为着要拯救咱，伊通过耶稣基督来到伫这个世间，为着咱担当罪的刑罚，等于是家顶取罗布的形状。卑微家己，顺心顺服，忍受世间的凌辱，甚至到伫死个死伫死为家庭。咱拄爱启应文就讲到这吼，讲上帝伫这一听，就伫这所在难显明啦。所以听我拄仔讲，毋只是一种的观念，是要有事实，要有行动，着去行去做，去表明。所以咱要怎样来实践？头前，咱就实践不变的听，不变的爱。咱做讲来实践不变的听。好来，有一句诗了哈，啊，我以网络给它截录下来哦。爱是什么？这样国语读较顺啦吼，我甲翻做台语看卖吼。讲伫情绪激动的时啦，佮受气的时啦，保持恬恬。我拄仔讲，钱无两个白蛋。一定要一定要静默，恬恬伫兄弟无理的时阵啊，通常生气就是讲伊做事都无理的啦，无理取闹，你知影啦？忍耐包容，好多呢兄弟包括姊妹啦吼，意思是安尼啊，包括你的太太、你的丈夫，伫是非咧流行的时啦，啥物叫做是非流行？讲东讲西，有无？咱有一句话讲，寄物件会少。
假话安那，会假啊对。哦，你若要正人拢知吼，找一个迄个放送台、广播电台来讲，啊，就全世界拢知啊。因为世界去讲，哦，咱即摆网络嘛做者假消息啊，敢毋是？有无？啊，你著看着就相信啊。所以著是非的理论是安那装聋作哑，啥是装聋作哑？叫做听无听着，来当作下教。下教就无别后别人讲话，敢若也用手语啊啦。哦，手语你若看嘛，知影你讲啥。所以下教嘛不一定拢袂到位啊。不至少咱就是点点莫讲话吼。后来伫别人拄着困难的时，咱安那衷心关怀啦。人会拄着困难了无？一定会啊。所以咱哪啦，出于你心底来甲伊关心，记住呢，还是敲来电话为祈祷，吼，啊伊若咧物质有欠缺，咱甲斗援助，吼。后来伫重要责任领导的时安那，毋通退时，得安那随时承担，这嘛是种个听，吼。过来伫逆境来临的时，人无可能拢一帆风顺啊。有逆境来，咱勇敢来忍受、来接受。拄则咱读《哥林多前书》13章第40到第8节，吼，好，拢总是5节吼，咱就无搁读啊，吼。不过另外一种的翻译啦，吼，咱做来读，吼，咱用国语读好来。爱是不容易显出不耐烦的。他寻求做有建设性的事，爱不是占有，爱不急于使人获得一个深刻的印象，也不对自己的重要性存着过高的奢望。爱是有优雅的举止，又不追逐自己的利益。爱不是一触即怒。哦，这个咱呢对照咱的圣经应该有类似一些较白文化吼。后来，还有我哈，谢谢我给他来，过来继续。爱不计较人的恶障，也不以别人的罪恶为乐。爱的包容是无限量，爱的信念是没有尽头的，爱的希望是不褪色的，爱的忍耐是比其他任何东西更持久的。事实上，当其他的东西都倒塌时，它是那唯一屹立不动的东西啦。好，这就是第7节所讲的最后一，哦，甲第8节。第7节也讲凡事安那包容，凡事安那相信，凡事毋忘，凡事吞论。这就是这段圣经的中心。嘛，咱要讲不变的听。用这种的听来发展咱人际关系基础。有一个故事安尼讲有一寡工具啦吼，咧讨论讲要安怎来对付一块铁啊？铁啊是钉的软的，钉的钉壳壳啊。后来头一个叫做波头，吼。后来这个故事我不会了，叫做波头、斧头啦。我讲来，这我会当解决，吼，桌顶的泥干啦，吼，这布头正来吼，伊就将出力对铁安尼啦，甲焊落去。毋过只有焊无几个，迄布头就钝去啊，铁太硬了。啊，边仔迄个机啊啦吼，咱讲机啊是句啊，拢会使啦吼，听有啦吼，句子机啊，机啊，来，互我来，啊你。落漆，安尼吼，伊就开始录啊，吼，你机啊嘛真来呢吼，就对迄铁啊伫顶面记无偌久，迄个机啊这喙齿安那，锯齿拢安那，断了啊，哈哈，这个时光推伫边仔就甲因笑啊，我就知你拢无路用啦，来，我表演一下，哦，伊就伫用迄个推啊，为迄个铁啊直直
出来伫甲对到迄声音嘛，锵锵，但是啊，久啊，迄个腿啊，讲足久，腿啊，迄个头啊呐，嘛落去啊，毋是蹲去啊，落去啊，吼啊，结果咧，嘛天啊悠然存在，好势好势，哦，迄个时候忽然间有一个真细声的声，甲三个讲，会当互我试看觅咧无？哦，嘿，大家回头一个看讲，哈，是小小的火焰，大家就笑讲，阮都无法度啊，你哪有法度？靠你哦，凭你哦。伊讲，我试看觅咧啦，好啦，既然阮都拢无法力啊，吼，啊，这个火燃啊，火焰就伫个边安尼，伫这个天啊，拢甲围起来，环绕起来，吼。啊，不断烧，不断加热，结果迄个铁啊就变红起来啊，然后就安那扬起啊，被融化了。较是物啊？你对一粒真定的，亲像铁啊的心，有影，咱有真侪办法会当来对付，亲像斧头，我要甲你纠正，对无？你做毋对，我甲你纠正，甲你讲落去。啊，是亲像鸡啊，我甲你批评，咔咔，啊是亲像腿啊，甲你刑罚，哦，咱拢会当对付，毋过，哦，只有用上帝驾驶咱的听，迄个听亲像火烧洋人的心，这才是上有效的方法，嘛是实践不变的听。这个故事好唔好？好，就是咱爱用有关的恒久忍耐、不变来对付哦。来，所以个人，咱第二点就是我顶礼拜讲的实践要写的听。好，咱来看哥罗西书第3章的12节，吼，到14节，我用台语来读。12节到13节安尼讲，吼。哥罗西书吼，来，第3章12节，恁既然互上帝所敬，即性也着听的，用怜悯的心，用仁慈、谦卑、温柔、吞忍来称。世事如彼，就是彼此啦吼，有嫌，着三宽容，三赦免，亲像主捌赦免恁，恁也着安尼。恁遮的顶面着穿仁爱，就是完全的结连啦。各位，有真侪人甲人中间的听会破裂，也是变质，就是咱无互相了解。因为顶礼拜我咧讲的吼。人上大的弱点，吼，就是安那真傲宽赦家己，会袂？你会原谅家己无？啊，我都做事做无好啊，做无够，要紧啊，后悔，家己较注意就好啊。啊，毋过对别人呢，严格哦，责备人哦，所以咱会顾惜啦吼，会包容家己的缺陷。毋过毋肯要写别人的过失啊，对不对？哦，咱嘛袂晓感恩，毋过真够扣分。别人若捌亏欠我，也是算个好啦，我原谅你啊。毋过心内啊啦，记条条，哦，刻骨铭心啦，吼，嘿，对着那个单名行吼，嘿，伊来我讲你倒一个名，伊讲。刻骨铭心的铭，不是铭谢惠顾哦，是刻骨铭心哦，表示啊啦，咱真侪代志，咱会刻骨铭心啦，对不？一生难忘啦。好，顶礼拜我有用马太15章，18章23节到25节有无？耶稣讲的譬如，吼，你讲着安那有一个萝卜欠伊主人1000万有无？伊无通行，求主宽容伊。哇！主人动了慈心，
免去所有的罪，毋过迄个罗卜出来拄着伊，共款做罗卜的朋友欠伊偌济，10年运对无？好，抽掉咧，你当时要还我，你若无害我，我就安那，甲你送去官府，关你监牢。你嘛甲求伊都无爱插伊，所以这主人真生气，嘛将伊关伫监牢的内面啦，袂当互相宽赦。咱那伫宋朝有两个兄弟，兄弟本来是毋是好好的，计为着遗产，互咱听到真侪新闻拢是安尼，为家庭家族，为着要争财产，有无？动弹干戈，哦。烧台，哦，烧麦，互相烧过，有无？真多呢！宋朝这两兄弟嘛，刚刚为着争执这个财产，闹到衙门啦。哦，古早无法呢，有衙门啦。大人都甲因叫来，什么原因？伊讲这兄哥讲这小弟哦，无尊重我兄哥，我会当得2分啊。伊讲爱平分啊。哦，这小弟兄哥哦对我真歹，好，大人听了啊，摕一支鞭啊，是迄个茶壶吼，摕互一个互因小弟，来你举咧，伊甲讲，你兄哥吼不近人情啦，不近人情啦，佮无疼小弟的心，你替我甲伊拍，过来。我甲因兄哥讲，来，这支你嘛摕咧，一人摕一支鞭子啦，棍啊。甲兄哥讲，你小弟吼，拢无尊重你，无敬重兄哥的心，你嘛替我甲伊拍。好，两个互相拍，两个兄弟呆戆戆徛伫一句话嘛讲袂出来。大人佫甲喙紧拍，你毋若拍一面。小弟啊，哥哥，做兄哥来发什么？小弟，弟弟，发较大声咧！若无我要甲恁治罪。两个兄弟啊，戆戆对看，手举迄个棍啊，毋知佫歹落。讲来发哥哥，一个发弟弟，两个就伫遐发啊，哥哥，弟弟。手拢软去啊！我甲两个都吼出来，目眶拢红啊，揽做伙，叫声变做哭声，弟弟讲哥哥失礼啦，我无尊重你，哥哥嘛甲弟弟失礼，我拢无疼惜你，你知无？有疼就会当定心叫醒，迄个要困去的疼，这就是。宽容饶恕的根源啊！有一篇文章安尼写，我真爱这个文章。伊讲饶恕是甚物？我甲甲抄落来有六句，咱做来看。第一句是甚物？来，饶恕就是安那，专人袂记哩 ，forget。我顶嘛讲着 ，forgive， 莫 forget， 无搁再纪念，和好如初。第二，来，饶恕是甚物？学习更较疼别人，更爱别人。第三，饶恕是用耶稣基督的心，就是温柔谦逊，宽容伊，疼伊。第四，饶恕是无记得人的歹。第五，饶恕是比以前更较疼伊。我跟你讲人的恨一个人，就是你本来就疼伊，你才会恨他，有爱生恨了。所以你才讲你要更爱他，了解无？第六，饶恕是一个橡皮擦撸爱拭去人一个人生活上遐个污点，把它擦掉。OK， 咱就无写来，最后我有一个故事来做结束。第三，实践疼厝边，亲像家己会疼。我顶日帮忙讲到一个撒玛利亚人，好个撒玛利亚人，就是有一个律法师问耶稣，我着怎样做让得到永生？伫路加10章耶稣讲啥？你着真心、真性、真力、真意疼主你的上帝，
嘛就疼厝边亲像家己啦。来，你即摆厝边，啥物人看者？伊就你的厝边哦。哦，厝边无一定讲是住伫恁隔壁迄个厝边诶。哎，我请问你，甲恁厝边有咧搞我无？都市的教会哦，咩都市的大都市的这厝边哦，差不多拢无咧搞插的啦。我捌就笑话讲，有人咧偷柴仔来啥搬家哇？伊了再讲啊，是隔壁要帮我厝，讲哎，我你到帮忙无？好，我人搬去车顶去了，哎，真正厝边转来，主人转来讲，哎呦，阮兜着贼头。哟哈！我了这搬物件是你嘞，是你，因为无咧来往，无熟悉啊。哦，甲贼仔斗搬厝。哦，这确实啊，所以，而且咱讲的迄个听，希腊文的意思阿加贝，还是讲 eros， 就是行动啦，都、就是要实践，是积极的，毋是消极的。哦，最后我讲一个故事。什么人是咱的厝边？这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哦，我捌伫报纸读到一篇文章，真有意思，讲听的小故事。哦，爱的小故事。讲有一摆有一个作者，哦，这个姊妹啦，吼，伊出差到外地，伊是基督徒，所以到礼拜日的时就到当地一间教会去做礼拜。我入去时礼拜已经开始啊，头前拢坐甜甜啊啦，哦，算嘛大教会，啊无位通坐就坐上后壁排，哦，就像迄个姊妹安尼吼，上后壁排。啊，伊就找好位了，伊就坐伫上正边，定定要坐。后来过来一对某仔囝，哦，坐伫个倒边，哦，啊，然后阁有一个真老的老姊妹坐伫伊的正边啦，拄爱坐伫中啊，倒边是一对母女，啊，正边是一个老姊妹。啊，这个老姊妹吼，看起来安尼，差不多7、8十岁啊。啊，头毛小白白，啊，身躯迄衫吼小油油啦，啊，皮肤乌乌安尼吼，啊，面有焦痕，看起来有味有味安尼啦吼，啊，无啥清气款啦。啊，作者就讲这个囡仔，这个妇人人吼，这个姊妹，敢若囡仔呢，伫咧做礼拜甲阮看者，啊，佮看迄对母女一个安尼吼，安尼因为毋捌看过嘛，啊，无偌久就开始拄久啊，爱困啊，毋知牧师讲话伤过好困吼，啊，所以就开始咧，安尼摇咧，然后就倚伫伊个肩胛头，安尼啦。哇！伊要飞也飞袂离啊，都困去咧。哦，佮敢若佮有声咧，哦，困甲真沉就对啦。啊！伊想讲，哟，哪会呢？这个人哪会安尼这无卫生？吼，好啊！啊，你著倚伫我的肩胛头，哦，互你倒啦，吼。这个时阵，刚才恁牧师拄仔咧读约翰福音2章。咧记载耶稣过活了，5学生显现，有问西门彼得讲：“约翰的囝西门，你听我吗？”彼得安尼讲：“主啊，你知我听你。”耶稣安尼甲伊讲：“饲我的羊，好无？问几摆？3摆哦，吼，3摆咱问彼得。读到这时，这个作者讲，我的心中有无共款的感动啊！好亲像耶稣咧问彼得话，嘛是咧对我讲的。某物人，你听我吗？你想你做知我听，就听饲我的羊啊！来，伊就仰头看到靠伫伊困去迄个老姊妹。伊心中有讲袂出的感动，目屎就流出来，讲主啊！原来我亚身软弱的肩胛头，嘛会当互人伫遮来安息，来困去。讲遐这留心你四周围的人，
因为有可能就是你的厝边啊。你有真心真意听主无？耶稣对你要求讲，饲我的羊啊，着听厝边亲像家己。当你想到一个物件时，你有马上想到，你嘛可能这个需要。当任何一个人需要咱帮助的时，你是毋是嘛通提供及时的帮助？我感觉咱罗州教会有这个特性呢。我来几啊摆安尼，做者兄弟拢真关心我。无说你出勤好无？有当时我留伫教会前顶礼拜食饭，嘛有一个姊妹比阮济人，后今仔无看伊。无说无说你有通食无？喂，我袂紧来伊伫厝呢。我甲你传一个便当我毋是来讲佮来甲我传便当，也是咱读经会时嘛是安尼，拢会甲我备餐。我讲我着早顿应该无算有食，所以佮加一份互我。我迄个甲无算讲，我算歹势啦，讲迄就是上帝听。罗州教会咱有一款真好的三听，关心听厝边亲像家己，所以听毋是一种的理想，是讲只有口号，是要有实践的行动啊。所以约翰一书3章18节讲安怎讲？细囝，咱的三听，毋是用话用指，是得用行用行用诚实。哥林多前书16章14节嘛咧讲，恁凡事就伫仁爱来行，凡你所做的都要凭爱心来做。我期待咱拢有一个目标来努力，就是咱拢要讲做一个听主、听人的人。咱捌听过双爱无？双爱心导有没有听过？这嘛是一种的训练一种的操练。双爱就是讲你爱听主、听人，互咱才做受人，嘛互咱才做受人敬听的人。你爱人，人家就爱你；你敬人，人家就敬重你。所以用学习上帝迄种不变的听来听所有的人，嘛就学习用宽容的听来彼此饶恕，因为这是主的命令嘛。嘛就关心你的厝边，用行动来见证。上帝是听，愿咱拢诚做上帝所祝福、所听的儿女，咱三个头来祈祷。祈求上帝，阮搁一摆关心，感谢你，因为你听世间人，你无嫌阮是当罪人，也原了个做罪人的时，你就差遣耶稣基督，你的独生圣囝，来到伫世间为着阮的罪，来定死伫十字架。担当阮所有的罪过，互阮囡仔信你的人袂沉沦，反倒得到永远活。因为你听世间到安尼，主啊，你的听不变，你的听就是饶舌的听。你嘛爱阮听厝边亲像家己，愿阮罗州教会拢成做一个彼此相听的教会，实践不变的听。实践饶舌的听，实践听厝边亲像家己的听的教会，互你的名得到高举，互人得到拯救，得到较侪上帝你的听伫阮的中间。愿咱的恳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回应诗522首。恁来是够宽容，阁有慈悲，兄弟，请起立，咱因转手。恁来是够宽容，阁有慈悲，恁来袂嫉妒，恁来是袂夸口袂。小耶稣，为
坐，请坐。坐者，咱做伙来奉献，请事献的灯光准备。坐，请起立，咱做来唱《我的生命献给你》。这是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今仔日金句是约翰一书第3章18节，咱台语甲华语各读一遍。台语请，细囝，咱的三听，毋通用话用指，是着用行用信息。对，华语来，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章18节。所以，我来做欢迎甲报告。今日敢有新的朋友来，无吼？我来报告，咱大家来看咱的 PPT。消息的报告吼，头一项咱中会差派这个赵摩利牧师来担任咱小会议长。第2项，今仔日是总会台中传播中心的奉献主日，咱彼此来关心、台岛奉献支持。第3项，咱等下要举行今仔日的庆生会，咱等下请寿星来到头前。第4项。本会新得奖学金，伫个咱即马 PPT 顶悬有写着的，咱的4岁有伫个内面的，咱请即个干事来登记，伫个4月20要来颁奖来第3项、第5项来4月13，伫个下主日是中秋主日，是耶稣的受难日，请信徒伫个即个周间咱安静心甲主同受苦来说着。受难日4月18暗时8点，咱台北中会西里区教会举行受难日的联合受餐圣餐礼拜，伫个三公教会。第2就是联合圣餐礼拜采取网络的直播，伫个咱罗州教会设立同步的即个直播。同时嘛有举办圣礼典甲圣餐的采用。咱兄弟要来咱教会来参加即个圣礼典，请伫个下面咱来做登记，因为咱要统计即个圣餐的即个页数来所接。4月7日伫个4月11
登记截止，所以咱等下后会用落吼，根据落去做登记。来，4月20国乐节，这咱拄有读过来说者。来5月11母亲节，母亲节咱有一个活动，就是啥？结婚30周年的活动，所以你若结婚30年以上的兄弟，请你伫个楼骹咱即个公布栏遐有通做登记。如果若无伫个登记，咱慢慢来找芳龄姐妹来做报名登记来说接。关怀组伫个咱的即个沙发区是一个联谊厅，咱要招待新的即个来甲咱教会的新的朋友，请咱即个关怀组的兄弟，伫个即个时间的安排看到即个新人咱就甲邀请去沙发区，咱来做关心甲关怀。先按讲的部分，咱请大家来看来。每礼拜三暗时就是读经会所以咱大家有闲的，咱就尽量来。过来是团契即个时间的活动当心团契伫个4月13，就是后礼拜会纪念主日的受难，咱会举办一个纪念主受难爱十架的活动要去行达马街的即个脚日时间是伫个4月13下晡1点30分，伫个教会做一届出发咱要坐的是大众交通运输工具要坐857，所以即个时间点有参加的兄弟，请大家准时来集合前往。伊活动的时间是4点到5点20伫个暗顿5点伫个暗时5点半有举办即个暗顿会友客友是200箍，毋是客友是300箍。即中间有包括暗顿保险即个钱额另外一个就是即个街医院的导览清洁费这包括伫即内底来所接。4月13嘛是同心团契的例会，所以主日礼拜后，咱同心团契请伫1楼来参与同心例会。咱即届邀请夏俊宏长老来做分享，主题是利未记，献上感恩活出主的荣美。大道的部分，咱兄弟请家己看，来为着这个需要的人，咱同心来祈祷。以上。尾变诗，庆生，庆生来，庆生来，4月份的庆生来4月份来，咱伫个叫名有写的咱来请来头前，叶世明兄弟、红英姊妹、素美姊妹、翠芳姊妹、云丽姊妹、淑萍姊妹、雅慧姊妹、嘉丽兄弟来请来头前。来头前咱这时做伙来唱生日快乐，请牧师来，颁奖来，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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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因为上帝，阮满心感谢你。阮知影今仔日阮为着4月份的受请，这兄弟来祝福。愿上帝你祝福。虽然今仔也无伫阮中间，所有这受请叶世明兄弟、王红英姊妹、肖素美姊妹、林翠芳姊妹、吴文丽姊妹、陈淑婷姊妹。
李雅慧姊妹甲廖家烈兄弟，愿因伫生日的时献上因感谢除了感谢上帝嘛，感谢生育养饲阮的父母，愿阮拢会当享受这款在生日的喜乐，福杯满溢，愿主赐福。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回应诗388首，因光归上信拜上帝。兄弟，请起立，咱吟全首。煞接请陈牧师为咱来结祝祷。因光归信拜上帝，因光信行信心三位。将来也永远地地，无穷无尽。阿门，阿门。咱希望徛在三角来领受上帝祝福，但愿恁大家伫个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听堂，以及圣神的感动。常常甲咱众人三甲地地，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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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咱默祷闭会。